在著名的藏人政治犯丹增德勒仁波切死于中国四川监狱的5天之后呢，又有一名被判刑的藏人在拉萨附近服刑期间死亡。那么藏人的人权问题呢，就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好，下面我们就连线流亡印度的藏人行政中央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赞先生，了解这2名藏人的死亡情况。格桑坚赞先生，你好。许波你好。你好。据报道呢，继著名的这个藏人政治犯丹增德勒仁波切死于中国监狱后呢，最近又有一名藏人在服刑期间死亡，请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这位藏人的情况好吗？好的。那么最近去世的这位藏人，他是西藏自治区左贡县的一个藏人。那么他是因为2014年在西藏自治区的左贡县，那么由于中共当地在开采矿场当中与当地的藏人发生纠纷，那么当时有一名藏人是他自己以自杀的形式来抗议当局的这种污染当地环境的一些开采矿场的一个方式。那么洛桑以西呢，作为一个当时的一个就是说带领人呢被抓捕以后关进监狱里面。那么最近我们得到消息，他在监狱中因为遭到这种毒性而死亡。那么我们都知道，从08年到现在，那么大量的西藏藏人被抓捕以后，很多都会失踪，但是呢在监狱里面，在不明情况的之下突然会放出来的这些很多人都会在放出来2-3个月1-2个月之内都会去世。那么可以想象的他们在被抓捕期间所遭到的这种苦刑是多么的严重。好的。那么格桑坚赞先生让我们回到丹增德勒仁波切的话题。大部分中国人可能都不知道丹增德勒为何许人也。中国当局呢认为他与境内发生的藏人恐怖行动有关，他是一位犯罪分子，而海外藏人呢却认为他是一名藏传佛教的高僧。那么他为什么入狱？为什么入狱？外界对他在狱中死亡有疑惑，那你也这么看吗？对。那么丹增德勒仁波切是我是在西藏经历时候认识他。那么他的俗名叫安安扎西，中共的很多文章也好文件里面都用的是安安扎西，丹增德勒是他的法名。那么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丹增德勒仁波切他是1950年他出生于西藏康区理塘县，也就是现在按照中国的行政区划，他是出生于四川省甘孜州的理塘县。那么他在7岁的时候他就出家为僧。那么我们都知道，从57、58年开始，整个西藏爆发了很多对中国统治的抗议活动，那么导致整个西藏59年发生抗暴活动。那么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的政府需要流亡的印度。那么从59年到很长的时间里面，整个西藏都处于所谓的平叛当中。那60几年开始整个爆发文化大革命，那这样的情况下，丹增德勒仁波切他无法继续他的僧人生活。那么丹增德勒仁波切在后来也就是70年代末期，中国的政治局势稍微缓和以后，他就去找当时的班禅大师，从监狱里面放出来以后，他去控诉整个藏人遭受的这些苦难。那么这样一个生活的环境下，丹增德勒仁波切慢慢变成在当地非常有威望的一个高僧。那么我们都知道，2002年丹增德勒仁波切被控以所谓的系列爆炸案的主谋，被判处死缓。那么这一被判处死亡曾经得到过包括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律师在内的很多人的质疑。曾经有人连署写信反映到我继续讲可以吗？可以，请讲。好那么连署到中国的最高法院，包括全国人大，那么要求对丹增德勒仁波切的这一案件进行重新审理，但是中共他是根本没有答应这些要求。那么匆忙的这种就是说秘密审判当中呢，将所谓的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同伙呢洛桑顿珠呢就处于极刑，那仁波切被判刑到现在。整个仁波切的就说所遭受的苦难就是这么一个。好的。那么现在呢，外界有很多人质疑
丹增德勒仁波切在狱中死亡的这个原因，您是怎么看待他的死亡呢？对，好，我们都知道，那么2013年以后，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亲戚没有得到过这个探监的机会。那么中国一直向外发布一些信息，说仁波切的身体状况非常的不好，那么有时会晕过去，或者说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那么当时仁波切的亲戚就提出的这些探监的机会，完全被就是说没有答应。那么在海外的仁波切的弟子也好，仁波切的亲戚提出过，如果仁波切的身体状况这么差，那么就请允许按照中国的刑法规定，那么判处死缓，那么改为无期徒刑，那么改为无期徒刑达到7年以上的可以保外就医，那么提出的保外就医呢，中国政府又被回绝。那么当时这样的情况下，那么今年的7月份，突然仁波切的亲戚得到就说，允许让2个亲戚去看望仁波切，但他们到成都以后又不允许他们去看。那么我们也现在知道，12号突然说仁波切已经去世了。那么这个宣布非常的突然，那仁波切的家人也就是无法接受这一事实，那么要求监狱说出对仁波切死亡的这个就做出这个合理的解释。好。但是呢，监狱并没有做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呢，关于丹增德勒仁波切的这个死亡有很多不同的说法。那么最后一个问题，现在看来中国当局呢拒绝归还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尸体，并且将尸体呢迅速的火化了，这是为什么？有很多媒体报道说这是为了当局要保持稳定，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对，我刚才所讲的，就是说当局跟狱方的一些做法，那么不得不怀疑仁波切的死因。第一点，那么仁波切去世以后的那么就仁波切的家人提出质疑仁波切的死因，但是按照中国的就是说狱中罪犯死亡处理办法，那么如果家人提出质疑，那么检察院应该要进行复查，但当时当局又没有答应。第一点。第二点，要求把尸体，也就是仁波切的法体归还给我们藏人，但是当局不答应。那么仁波切的亲人在探望这个仁波切的法体的时候，也被安排在晚上。那么他们看到的仁波切的嘴唇跟指甲都呈黑色。那么从这样一些情况里面看，特别是最后仁波切的就是发挥能够允许运到家乡，也被路上就是说被抢夺以后要倒入河里面。那么当局的这些做法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仁波切的死因里面有很多怀疑之处。第一点，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国怕的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怕在当地藏人会闹事。我认为这种推理是不正确的，因为就说仁波切的家人提出的是，如果仁波切的尸体也就是法体归还给当地的藏人，让当地藏人按照中国的这种习惯来进行处理的话，他们不会发生任何的事情。好，相反，由于中国的这样一些做法，导致了整个藏人的这种不稳定，民众与中共这种政府间的对抗情绪现在是越来越激烈，因此这样的做法完全是就违背了原来的这个对。好，我们感谢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赞先生在印度达兰萨拉接受我们的采访。